台语听有无？逐工报新词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？中秋的风俗内面啊，有几项是大人囡仔拢介意的，其中的一项啊，就是食中秋饼。总是啊，观众朋友敢知影中秋饼和咱台湾中部的糕饼业的发展啊，真有关系哦。到底啊，情形是安怎？相关的台语词佮安怎讲？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啊？咱特别来报互观众朋友知。中秋饼的名称啊，有真济，对这名称的变化，其实啊，也会当看出相关的历史啊。老一辈的人啊，真济会甲中秋饼叫做绿豆椪，是安怎呢？其实啊，这甲这种饼的发展啊，真有关系。那讲到绿豆椪的历史啊，就要对葫芦墩开始讲起啊。葫芦墩就是即卖丰原，对日本时代开始啊，这都有真济真出名的饼铺哦，来咧制作真济真出名的糕仔饼，无论日本人还是台湾人啊，拢真爱食。迄时啊，丰原的饼铺啊，配合日本人啊爱的口味，甲汉饼改良甲较甜一寡，啊较细地一寡，用绿豆仁做啊，一面啊甲煎好较赤咧，啊另外一面啊，互白白做出一种新口味的汉饼。这种汉饼一推出，水受到大家欢迎啦，因为伊啊是绿豆做的啦。饼的外形佮碰碰，所以店家啊就叫伊绿豆椪啦。绿豆椪啊，会当做炒的，嘛会当做素的。若要做炒的啊，内面除了绿豆，佮会当放肉角。逐间饼铺啊，对这的配方啊，拢有家己的讲究哦。有的内面包的肉角啊，较淡，好食起来啊，较软小块；有的啊，甲肉角啊煎好较焦咧，好剥起来芳芳啦。但肉角甲绿豆的比例啊，逐间拢无同哦，所以啊，逐间拢有家己的支持者。因为啊，炒的绿豆椪有包肉，所以啊，算是肉饼的一种啊。有人啊，就会甲绿豆椪叫做肉饼。讲中秋啊，爱食中秋的肉饼啦。近代啊，佮因为华语月饼的影响，后人甲绿豆椪叫做月饼。总是啊，要是较侪人称呼这种饼叫做绿豆椪、中秋饼，还是肉饼。另外一种台湾独有、别位拢无的中秋点心啊，就是内面啊包几粒咸两仁的两仁酥啊。迄一丁一丁酥酥加落去，伫嘴面散开的皮啦，中啊乌豆丝也是莲蓉的啊，上内面啊，佮有几粒的咸两仁啊，外面酥酥，中软软，上内面 QQ 的口感啊，佮加上乌豆丝的甜和两仁的咸啊，这嘴加入去，迄丰富的滋味和口感啊，无怪这几年啊，变作是台湾上界时行的中秋点心啊。要做两仁酥的咸仔卵啊，爱先浸酒，佮过烘，互卵啊无臭臭味。乌豆丝啊，爱用温温啊火，慢慢啊去熬啊。外面一丁一丁的油酥皮啊，迄油和面粉的比例啊，就爱对，烘的时间啊，爱拄好，每一个步骤拢爱注意，才做会出好食的两仁酥啊。若讲到两仁酥的由来啊，是比绿豆椪啊加真晚，是一直到1970年代啊，才开始伫台湾实行起来。无论是绿豆椪还是两仁酥的由来啊，拢甲葫芦墩还是丰原迄个位啊饼铺有关系啊。安尼啊，咱就知影丰原伫台湾糕仔饼的发展历史内面啊，确实有伊重要的地位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中秋食饼，顺续会当了解一下台湾的传统文化，恁讲是毋是真心实咧？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啊？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。咱个时间交等好，super。